继续来看，香港的疫情是快速来恶化，昨确诊的病例数108例，其中本土病例高达83例。上害的是，有超过一半病例找无源头。这专家讲，状况若继续来恶化，香港的医疗体系恐惊就要崩坏了。所以，香港政府要求因的公务人员今仔日开始伫厝内办公1礼拜。另外，这个餐厅早起的5点进前，暗时的6点以后袂当营业的规定，搁来延长1礼拜。若是这个措施，也是无法度来阻挡到病毒的传播，恐惊就要禁止大家袂当出门咯。香港第3波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三级跳，19号第一摆破100例，上麻烦就是超过一半以上拢找无源头，看得出来病毒已經離社區傳播。我哋發現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啲個案咧就係一家人咧都已經有病徵㗎啦。醫學工會表示，1禮拜以來家戶病房都無病床啊。防疫專家麥景國講，若是無積極嘅措施，香港嘅醫療體系就會崩敗。防疫單位講，這波疫情嘅特性，其實病毒量含量好高嘅，咁傳染性我諗都係非常之高。大家冇戴口罩幾分鐘啊！希望患者會當嚟處理等待，莫家己去病院看醫生，啊無病毒可能就會擴散。另外，香港特區政府嘛加強防疫嘅措施，包括要求市民喺室內公共場合強制掛喙罨，和公務員喺厝內底上班1禮拜。餐廳透早5點以前，伊暗時6點以後，敢若會當外賣無法度來用。如果個情況仍然係一直惡化咧，我哋仲會出招。你話出招出到咩地步咧，就可以係禁足令。無法度出國對經濟影響真大，香港人離港版嘅國安法了後，另外一個大衝擊。